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柯雅文，今仔来帮这个位宾代班一个吼。咱知影讲吼，即马咱的疫情亲像是哪来，然后今仔日啦，今日17个这本土病例，伫咧这段时间，咱也看到讲吼，真侪人见面的挨下主的句话就是讲，你有去登记啊未？因为政府也开放这18岁以上的这民众，会当赶紧去这网站顶悬来登记讲要注疫苗这个意愿，所以咱今仔日要来和大家来开讲讲到这，拢是因为这段疫情安尼时间一过啊。一望天嘛是安尼，要2个月的时间啊吼，这2个月时间真正是真侪产业拢真稀微啊，特别是做食的、做观光的、做旅社旅游的，这饭店的，真正大家拢哀叫，卖讲这个产业哀叫，连家长嘛哀叫，因为这囡仔伫厝里有诶爱顾，有诶个老大人嘛爱顾。这其实一个疫情影响的所在，真正是真快。今仔日呢，咱要来邀请到学者专家，甲要和咱做伙来做了解。是，咱要来先介绍咱今仔要参与咱今仔这节目讨论的来宾吼。第一位要先来介绍介，就是台北市这艺术工会常务理事周宪章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要来介绍就是文化大学的劳动甲人力资源学系的教授李建宏李老师。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要来介绍就是这台北市主家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洪辉俊，这洪理事长。主持人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吼，咱讲今仔日这疫情有较长好，确实啦，本土这病例敢若剩17例吼。今仔日一寡上新的情形，咱也来听这个指挥官陈时中伊是安怎讲的确定的病例哈，那本土的案例哈，那有17例哈，那境外移入的有10例哈，死亡个案有6例。另外，今天跟大家再报告就是有关社区市哈，还有家庭托顾哈，卫生福利机构，我们有订定相关的防疫指引，好，那逐步的恢复提供服务。必须要疫苗施打率要达到80%啊。那第二就是那服务机构必须做自我查核，那查核完之后报给地方政府来做备查。那第3个部分是有关地方政府的部分，在这个依据这个指引来辅导机构来提供相关的服务。如果他是属于未接种疫苗者，或者是他的接种第1剂未满14天，那在提供服务之前，他必须要提供解隔离的证明或者3天内的快筛阴性证明。有任何一位人员确诊的时候，机构必须要主动通知主管机关进行集体筛检。好，那整个这个机构就会暂停服务14天。是吼，今仔来看到这个数字吼，就是咱看到讲今仔是17个这本土病例，吼毋过爱注意者，就是有10个是境外，然后6个是为这缅甸，大家是共一班飞轮机入来吼。另外就是讲吼，咱来看到讲，既然这本土病例剩17例吼，这个时阵要请教这个周医师，那安尼整个来看吼，佫有一寡这隔离的，就是咱拢讲这感染源到底为倒来啊？创啥会？咱亲像拢较了解，拢较知影，所以整个疫情应该伫这2礼拜，这1-2礼拜应该是哪来哪好，讲这机会当清零。是多谢主持人吼，咱定下讲吼，咱的社区吼要去清零吼，咱就要看咱台湾人民吼。后摆吼，咱要甲即个病毒好安怎去相处啦吼？因为过去咱讲清零吼，其实吼，伫咧咱的社区内底嘛是有一寡患者伫咧，咱毋知伊是无症头的嘛。所以讲有时啊吼，伊出国去吼，伫咧其他的国家向验出来讲伊是阳性，伫咧咱内底咱是讲无啦吼。所以其实吼，你要讲完全清零吼，我想这是无啥可能的代志啦吼。咱若以心来讲，咱要清零吼，咱迄日子吼，安尼歹日子一定会搁继续过落去吼。咱即摆若讲吼，疫苗吼资料有较侪。有资料有较大的时阵吼，若是讲更较流行性感冒共款吼，会使发展一寡药物出来，再来治疗这轻症甲中症的患者。后摆咱若讲到这个症头的时阵吼，敢若是一个小感冒吼，休困就讲就好吼。其实吼，咱吼莫看讲这个患者有几个，可能吼，咱爱习惯性讲吼，后摆咱的社区内底吼，拢一定会有迄个案例出来。
啊，只是讲这个案例吼，咱爱好好啊，甲伊隔离起来吼，莫互伊拖伤开啦吼。啊，所以这个注预防下吼，即摆是咱上重要啦吼，一个代志，因为即摆这个治疗药物吼，啊，即摆才咧一个3期的临床试验尔啦吼，啊未出来吼，所以这个时阵吼，咱原来吼，无论这个病例有较少，还是讲有降级解封来讲吼，咱即摆吼，或者 NPI 吼。大嘴烟、洗手，啊个吼社交距离吼，一定爱个做较好势吼，无会像迄欧美国家吼，旧年共款，啊咱小可甲放较松一下吼，病例数个起来，啊个爱个放起来吼，个升级，啊再个降级升级降级，我看吼，咱这个社会吼，咱社会一寡人吼，嘛是挡袂掉吼，大家嘛是爱来讨谈嘛吼，啊个一寡咱头拄讲的讲吼，即个小朋友啦爱上爱去上课嘛吼，啊无迄家长吼也无法度给他照顾，啊个一寡老大人吼，即摆有一寡你今仔日指挥中心有讲吼，一个日照迄机构吼，会使个定有条款会使定开嘛吼，因为迄老大人吼，伊伫咧失智的老人，你嘛无法度甲照顾，你嘛爱请假伫咧厝，爱甲伊斗阵啊，啊遐机构若无开的时阵，啊这人要安怎去咱的社会甲咱拍拼，甲咱这经济来做拍拼呢？所以吼，指挥中心吼，爱利用这吼，7月2号进前吼。一步一步吼，甲咱吼各行各业吼一寡指引爱做较好势吼，做较好势，一步一步来甲迄个吼适应了吼，啊完全吼再使降到离结，啊无你若向甲降到离结的时阵吼，我想吼这还佫真危险伫吼，啊所以讲吼，咱爱心内爱去想。后摆咱甲即个病毒吼，可能伊就是会甲咱斗阵，啊，所以即摆注意方式吼，该着咱去做的吼，啊，紧去做，吼，啊，因为即摆吼有的人吼，哦，啊，佫踮咧嫌哦，对，咱来看者，嘿，主持来看者吼，即届吼，咱讲开放18岁以上吼，要登记注疫苗的，吼，啊，这是讲18岁以上的哦，就是讲，唔管你各行各业，你只要是18岁以上的吼，你18岁有满18岁，你就会当赶紧去登记。啊，毋过吼，咱看到讲即阵啊已经真正有登记讲要做，就是坐9类第10类嘛，吼，啊，这18岁，咱看到讲吼，到即个今仔日下晡1点，吼，有差不多390人来登记，吼，今仔日下晡1点有超过390人登记，啊，毋过这登记嘛是趣味，真侪人嘛是拢望会当来竞着莫德纳，好加说嘛是有两边拢要竞的吼，两边拢会到的意思就讲，你只要有疫苗互我，吼，你是莫德纳的，还是你是 AZ 的，我拢会使，吼，好加再有超过5成，吼，超过5成，这有那是说明一个讲吼，我感觉咱台湾人有那是足务实的啦。吼，知影讲咱即马这疫苗干呢，可能是这 AZ 较济，吼，因为明仔载日本搁要互咱，吼，啊，搁有咱家己定的有哪有搁要来，吼，知影讲即马这莫德纳伫即批做了后，可能出呢有哪出无济，所以有真侪人要定这 AZ，吼，所以对着讲亲像注疫苗这个部分，真正是莫搁紧啊，莫搁等啊。是啊，啊，因为吼，咱台湾初疫苗的时阵都是 AZ 嘛，吼，啊，迄阵上开始咧做都是阮医护人员嘛，阮资料阮也无安怎，敢袂讲阮这身体就比你较勇啊，恁做落有出代志安尼吼，啊，其实吼，咱患者吼，还是一般人吼，因为咱看病人是安尼啦吼，比如讲伊今仔日吼，若讲身体真无爽快时，你甲讲吼，要安怎，伊就讲啊好啦，我拢甲你配合啦吼，啊，伊即摆若讲身体较好的时，你甲讲，伊就讲啊无我考虑看卖啊，吼，这就甲这是共款啦吼。啊，疫苗无够的时阵，大家抢要做嘛。啊，即马有通好选择啊，较侪的时阵，伊就会竞争竞赛。啊，最近吼，阮伫咧诊所咧看病时，当然吼，一寡患者吼，伊来的时阵就会问讲吼，啊，我即个身体吼，啊是有适合去注射无？爱注倒一种的嘛吼。啊，当然咱去看伊的吼，以前吼，伊是有啥物慢性病哦，会甲做一寡建议啦吼。啊，伊为了讲啊，我会使搁等无？我拢甲讲生笑啦。我讲吼，即马即个公共场所内底吼，有5个人吼。4个人有做过，敢若你无做过。啊，若一只病毒来，伊是要教啥呢？当然嘛教你啊，对毋对吼？你毋通点啊咧等迄个疫苗吼，等啊袂着就先叫病毒甲教去安尼吼，安尼就吼，就毋是讲咱要想要做的代志嘛吼。所以咱嘛是望啦吼，讲吼，咱迄个吼，咱的需要爱做的人吼，咱的迄个政府吼，应该是尽量，你若无爱做，你跳过去，你家己爱对自我负责嘛。吼，啊，要做的人，互人紧做着安尼吼来讲吼，像讲老大人伊毋敢做，但是该照顾的人来做。啊，照顾伊的人吼，伊袂讲出去外口带病倒来去喂互这老大人，安尼嘛会使。像咱古早吼，迄流感的迄个预防针吼，咱流感预防针有一个缺点是讲，伊6个月以下的红婴仔伊是袂使做。所以吼，咱迄阵公费吼是甲红婴仔的爸母做，因为你红婴仔的爸母你甲做吼，较袂着就等于就袂喂互伊啦。吼啊，所以要做的人吼，原来佫真多啦吼，所以这爱甲伊鼓励。所以其实即满吼，大家因为吼，伫即段歇热的时间吼，
莫讲休热啦，进前伫遐什物停课无停学的时阵吼，大家伫迄囡仔伫咧线顶去学习啊，但是我看已经真侪爸母啊，强要掠讲啊，真正是气甲强要掠讲啊，互相啊，所以这段时间若真正讲吼，要互叫咱的囡仔赶紧转去学校，会当互因来安心啊，倒转去学校读册吼，咱老师爱煮啦，学校的人爱煮，其实家长嘛是爱家己赶紧煮。亲像这个部分好个，即马这登记的部分，这若有登记煮，你应该这段时间拢煮有啊啦，因为一直来。另外就是讲这个长照，咱等下小等的有会讲到这长照，特别是这日间的照顾，真济乡亲就讲我即马这段时间真正艰苦，爱两个人啊。含太太两个人拢爱出去趁钱，厝内面有细囝爱顾，佮有当时老大人过期还佮有这日照日照，中心会当送去顾一下，下晡时就亲像有人煮饭互伊食，有人伫办内底有办活动，有办上课，系啊，这阵仔嘛是全部拢爱伫厝里，伫厝里嘛是安尼头壳摸咧烧。有细汉囡仔，有囡仔，佮有老大人，所以即马长照有一寡即个有长照有一寡要解封啊有要解封就是有一寡指引，咱等下下小可来讲到符合资格的这日照中心会当开放这乡亲时代嘛是爱讲你有住过，也是讲你有健康证明的，你就会当资本就有去上课，你就会当恢复去啊。另外还佫一个好消息就是进前屏东邦寮这个 Delta 因为这个 Delta 病毒这屏东我那骹手真猛了，封了真紧，你来看，封了真紧，经过16天，这应该爱消毒的、爱检查，拢会使啊，即马拢 PCR 拢是阴性，所以今仔已经来恢复，恢复这个营业。过来看就是高雄凤山大楼迄栋5个人确诊，但今摆就规个紧，真正是规栋大楼拢甲你封起来，大家送去这个隔离旅馆，今仔嘛真好，今仔饭店过了后。大家拢平安顺遂无代志，顺利倒转来了，这是咱看到毋过一方面咱看到这疫情真正有得到控制，一方面咱也看到咱的产业这段时间有真济乡亲，因为台湾除了讲你这正常上班食头路领固定薪水的，有真济产业其实就是你有出去，你有出去。你较有的是做点钟的，亲像这餐饮业，真侪拢是算点钟的。有的就是亲像你也做观光的饭店，旅社也是虾米货，这段时间其实拢差真侪。你可是我要甲你请教一下就是讲这段时间，咱看到台湾的这个产业差真侪。其实有一个迄个图卡就是讲，咱迄落咱伫个即个图卡车，就是讲，有真侪人因为伊这段时间，这是政府统计，这段时间这薪水确实有减，因为有的是因为这无需要遮侪人来，你得你有的咧是做业务的，你若无法做遐尼侪所在，你即马嘛无法度去销售去卖物件，亲像这个部分，老师安怎看？是。我个人看讲，即马这个疫情的关系咱即马台湾的这个产业也是这种劳工的状况，大概分3大类啦，3大类第一大类其实是做出口的这个传统产业，也是电子业。其实因的业绩比去年的这个时阵更较好，赚更较济第二大类呢，其实就讲维持正常，甚至淡薄好，譬如讲。做银行的做这个保险的是做这个3C 卖场资讯服务这个当然，佫有一大类对咱即马上关心的，就讲因为这疫情的冲击，因变做真歹譬如讲做食的做旅社的还是讲做这个大众运输的佫有讲这其实不只是伊的迄个失业人数增加。薪水减少，上条佫有一个数字在这里，出去总署发出来，因为这工作时间明显的减少，大概有几个行业伊的工作时间是减少真济啦减少上济是较互我意外的讲这或者艺术休闲娱乐业，具体来讲就讲遐个游乐场、风景区这休闲观光的
这因的工作时间吼，5月份吼减少3-4%，啊减少第二季吼，像这个图表是讲伊的迄个失业人数增加，好，啊这是一种的对劳动市场的一种影响，啊对，但我总来讲是讲工作时间的减少，表示讲有的这个劳工吼，伊可能比个减少伊的工作时间，吼，伊的工课变少啊嘛，吼。啊，工课变少，伊的薪水一定减少。当然啦。好，比如讲我头讲的，减少上侪减少3-4%的是迄个休闲娱乐业，好。啊，第二做较是这个住宿餐饮业，好。啊，减少第三做其实是这个教育服务业，就讲补习班，好。啊，这个托儿所、幼儿园这样，好。啊，第四个吼是或者统计上这其他服务业，其他服务业譬如讲这美容美发。好，啊，是讲化妆的，好，化妆，好，美甲，加有这其他美容，好，啊，像这种的这几个行业，吼，伊的工作时间减少真济，代表讲伊的这个薪水嘛减少，好，啊，但是这是第二个影响，啊，但咱即马台湾这三种的三大类，吼，其实比做讲政府一定要第三大类，吼，伊的失业人数增加，还是讲工作时间减少，薪水减少。政府一定爱来甲帮衬啦！啊，其实劳动部、经济部嘛是已经有开始，为顶个月开始已经有一寡措施来帮衬啦，嘿。其实咱看到遮吼，看到特别是这5月份，互人请的人，这薪水甲有减较济吼，真正是大啦，餐饮业啦，啊，到这大卖啊个零售业，有诶嘛是加减啊。啊，这个艺术、甲娱乐、甲休闲服务业嘛是减真济。其实整体来讲，这是拢真正是拢来受到疫情影响。吼，煞来就是要来请教到咱的主价料理工会的理事长。即届人讲这餐饮业啊，除了这观光饭店以外，因为真正无人客嘛，吼。啊，这个餐饮业，就你来讲，啊，会员甲恁反映。收入，莫讲收入啦，营收减偌济，平均。多谢主持人哈。目前因为这个疫情哈是一个大环境，啊，在阮餐饮业当中，其实大家拢是真期待讲会当紧恢复。啊，伫咧平均的话，就从去年甲今年开始，啊，尤其是今年最近这3个月，阮内底的营业额。平均超低减少超低7%至8%，因为店内拢全部拢无使用，唯一迄个新的就是靠着外大大灶，还是讲另外做一寡餐包，都供应安尼。真正就是拢干呢，我真正嘛有朋友去开餐厅，就是像读起先就想，亲像去年讲啊，先做一寡这冷冻包、太空包，吼。啊，煞来，就想讲，安尼干那做这，你嘛是爱叫人订，爱人送，你嘛是爱看是毋是有人在问讲，你应该袂当这外送，吼外送，主的外送。啊，毋过这外送这部分呢，咱就其实虽然民众拢感觉讲，我即马订这个 Uber 啦、Foodpanda 啦，足紧的。啊，毋过真正对着遮的餐饮业来讲，伊嘛是爱互人抽诚济，对无？对。做诶安尼敢会好？多谢主持人吼，这个是相关的，因为一般以往的餐厅是伫咧现场就是供应现场饮食，外送外大的机会是足少的，但是因为拄着即个疫情当中所规个形式拢做改变，因为阮足做餐饮业的，就是即个疫情配合政府的政策，所以讲3级解封的。3级境界时阵，店内是拢袂当用餐的。所以讲，大家同业当中，大家拢真期待啦，嘛是真等待，看会当讲像去年安尼降来日期，店内会当多使用，嘛会当讲拍平。若无维持现场即个3级境界当中，以阮行业当中啦，就超今年当中应该超有。3成有3成，就是已经是休业啊，甚至是店内已经是开始无运作啊。那这个数字相对的共款就是讲大家拢咧期待咧动，当讲看当讲大家将这个疫情紧甲互伊经过安尼，重新搁开始，搁重新搁拍拼安尼。
是吼，咱这个时阵嘛要来看一个美食啊，因为咱讲这段时间政府有纾困，有哪吼有这家长有一寡这补贴哦，比如讲这厝内面有12岁以下的，也是讲你读这高中五专的，啊是伊较需要照顾的这囡仔，你会当一人领1万块。啊，毋过有哪有诚侪家长讲，虽然公司都罔讲，互我会当请这防疫假，啊，毋过是无薪水防疫假，人总是爱趁钱。面对这个部分，有今仔也阁有家长去呼吁讲，看是毋是会当阁甲因有补贴。全国3级警戒延长，幼儿园、学校安亲班煞咧关起来，家长互人强迫请防疫照顾假，伫厝诶照顾囡仔，即种无薪水的日子是要安怎过？已经有人得要挡袂调。这个月是都没有收入的。对，我从5月19号到7月2号的部分啊，就是照政府这里所说的，就是啊，雇主也不属于雇主的责任啊。当然，大家都是为了防疫需求，都是为了社会共同利益。那为什么会是感觉都是由劳工自己在承担这件事？我先生是属于做2休2，那他的薪水会比较高。那身为妈妈，我薪水就是比较低啊，所以站在一个家庭的立场来讲，当然是辛苦爸爸去上班，那妈妈有可能就请防疫照顾假在家里。那长期下来，我觉得这样子对同事而言也很不好意思。家长反映讲，有袂少互人请的人，伫咧本土疫情爆发以来的无奈心声。劳工团体嘛发布网络问卷调查，劳工请防疫照顾假的平均工数是22工6，平均收入减47000块起。所摆行政院伫咧进前发放1万块的儿童家庭防疫补贴，这根本就是掠物仔鱼咧饲海翁。有83%的劳工认为讲，这根本都无够额。劳工朋友损失了4.7万，可是我们的苏院长只花一次1万块，就要草草了率的打发我们劳工。那我想问，政府既然认为少子化是国安问题，那这样子的条件，以后谁敢生小孩？演出行动局，公道团体甲家长再去行政院抗议，要来争取有薪水的防疫照顾假。疫情造成冲击，应该是劳资政这3角是做伙来承担，唔通让劳工家己一个人来找笑。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家长在哀啦吼，李老师，咱要甲你请教一下，就是讲吼。虽然即届这政府有塞真侪纾困出来，吼，有诶，比如说你有公司诶，有啥物会有这贷款诶，这家长有补贴，毋过你看伊遮诶这整个这纾困案，这方案内底，是毋是有一寡所在，是毋是抑阁会当做较高？是，我想为劳动市场来讲，上少我个人来讲是上关心的讲失业问题啦，吼。你看，以前即个统计是5月份哦，吼，减少。52000个，但我是感觉讲5月份减安尼，但6月份应该愈侪啦，因为5月份加半个月是3级警戒嘛，6月份是规个月嘛吼，所以即摆其实上要紧的就讲，我看劳动部嘛是啊，就讲因要处理的就讲，即个失业的劳工要来甲，互伊个有工课，咱毋通袂记6月份吼是咱即个大专毕业生佮毕业的时阵。咱今年有282000个大专毕业生，这其中超过12万外会入来找头路，这个时阵，这问题就更加严重，所以我是感觉讲，即摆劳动部伊的上主要，伊一寡纾困措施是处理这失业劳工的一寡就业促进的方案，譬如讲，互你这帮忙这今年的毕业生，譬如讲你毕业生你。若算讲有找到一个头路，你做愈久，补贴你的这或者青年就业奖励津贴就愈侪，希望讲少年，伊目的讲希望少年人毕业生唔通因为感觉讲即摆劳动市场无工课，你就有伫咧厝里，无爱出来找头路。第二部分就是讲，咱即个讲迄个减少工作时间呢，咱讲一般讲即个无薪假，我感觉讲这是。全世界拢无人咧讲，咱台湾家己讲唔对的民俗啦，因为这唔是一个休假，因为这是大环境歹，头家嘛无法度经营，劳工只好减少伊的工作时间，所以这唔是休假，伊即摆劳动部伊即摆做的这个就是或者安心就业补贴，就即摆这个土法讲的，就讲补贴你这个薪资差了一半，当然即摆咱会当来讨论讲，这个补贴是毋是抑阁无够？但是就我来看，
因为咱即摆有一个规定，就讲基本工资要24000，所以上大的问题啦吼，我讲真个，即摆上大的问题是讲，你若要领到即个薪资差的一半，你必须即个头家也搁爱互伊24000基本工资。但有的头家就讲，啊，我事实上即个大环境遮尔歹，我就已经无趁啊济啊，吼啊，就是因为经营歹，无趁啊济，我毋较要叫劳工吼减少伊的工作时间。吼，啊，我薪水会减少啊，啊，你怎解叫我一定要发你个基本工资？啊，这个袂通嘛。头家来讲啊，这个矛盾嘛，吼啊，所以啊，这个问题是安尼，因为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有一寡劳工团体要求政府的，啊，但迄当时因为无这纾困措施啊，按照有纾困措施，你个要求要基本工资，所以有一寡头家伊无要通报，嘛无要替劳工来申请这个。因为我来申请的时候，你就要求我24000。对。啊，这个变成咱讲通报的黑数。好，所以咱讲即马劳动部讲有21000个。这可不理这不理啊！当然。无这个数不止这个数字啦。不止24000啊，上主要的这要求你来通报，咱基本工资互劳工24000。对。啊，有真正头家我这无合理嘛。吼，所以讲这个制度，我是一直主张讲，这个制度无合理，就要修改。若是修改的时阵，头家就较愿意来甲政府通报，啊来申请这个补贴。好，这第2部分，第3部分就是讲，针对这伊即摆因为，譬如讲考到迄个电视讲的，影片讲，伊即摆来申请这个吼照顾假，照顾假吼，咱政府劳动部的立场是讲，啊，因为这毋是头家的责任嘛，这是大环境疫情的关系嘛，所以。你若请照顾假，无应该叫头家来付这条薪水，这听起来有道理。啊，问题是，啊，劳工伊都要牺牲啊呢，吼。因为即摆诚侪劳工就是讲，我袂甲你算伫即个全勤，袂甲你算伫个考绩内底啦。啊，毋过我袂当互你薪水啊。是，啊，即摆就讲，即摆问题就伫咧讲，啊，对劳工来讲，啊，我囡仔也袂当去上课，我翁仔某若双薪的家庭，一定要有一个人请假嘛。啊，无囡仔要谁顾？嘛无一定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拢要甲伊顾啊，吼！阿公阿妈有诶嘛无愿意顾，对无？啊，所以你要请保姆嘛足贵啊，保姆即马无疫情期间嘛无愿意来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知影吼，有诶国家伊是疫情的这吼关系，伊就来补贴这个请照顾假的父母，吼！你若有一个父母来请假来照顾囡仔，我来补贴你这个照顾津贴啦。确实有这种国家，吼，有这种国啊，有的国家伊是无另外发，伊是吼接受的国家，譬如讲美国，吼，伊就是每一个人拢发这个基本的生活津贴，吼，嘛有啦，吼。但是你讲，咱即摆台湾是吼方案较济，吼，针对你无共款的劳工的无共款的状况，互你无共款的这个津贴，吼，啊，但是就会出这个头拄讲的这几个问题，嘿。是咱看到的，就是讲哦，亲像你也安尼讲，政府会讲啊，我前13毋是打互家长10000块，啊，毋过你也讲一个较实在，这10000块，真正你也1个月过、2个月过，真正是随大地啊。是，迄10000块有这生活津贴啦，啊，生活津贴伊嘛是要有一寡基本的条件，就是讲你的这个薪水减少2成以上，好，啊，即嘛嘛是有一寡人讲啊，我若真讲我是伊。薪水减少2成以上，是毋是有适合这你劳工主动来请假？因为你讲薪水减少2成以上来申请这10000块的生活津贴，伊应该是头家伊的经营歹，头家减薪水2成互你，对吧？啊，敢有适用这讲我劳工主动来请照顾假，这种状况即马政府无讲清楚，这个即嘛是一个问题伫个啦，嘿。讲到讲劳工吼，其实作为医生的吼，伫这段时间吼，我知影讲，因为大家公共卫生的观念哪来哪好，有哪好真侪这诊所真侪病院，讲有诶啊，亲像周医师你看，讲有诶是毋是嘛是？我袂歹势讲业绩啦，但是就是你个患者来的这数目有较降，而且降真侪是无？其实吼，咱毋是讲即马开始啦，就是旧年吼，咱即个疫情开始的时阵吼，啊，因为大家吼都公共卫生做较好嘛吼，啊，搁一寡吼，迄个病院啦吼，因为咱迄个病院内底要照顾迄单情的患者啦吼，啊，所以讲吼，
即马大家卫生习惯是较好，所以一寡迄个感冒啦，呼吸道的迄个病症是较少啦，所以其实迄个患者是大家拢较少无毋对但是咱今年像讲咱今年进前无疫情的时阵其实各行各业以阵有解封了咱迄民众有一个报复性的消费、报复性的旅游。咱你要听讲，咱是报复性的看病，迄无可能的代志嘛所以迄个影响是旧年甲即嘛像我是耳鼻喉科医生啦咱有一个统计就讲109年咱莫讲病院啦因为病院伊迄个卫福部迄个健保署甲伊保障伊的收入是108年9成你搁较歹伊嘛，互你9成就对安尼但是咱这诊所是无共款这诊所来讲有分做3种，一种就是讲业绩变好的。比如讲即马大家足有助的啦去看精神科的人就较多。精神科有较好。有较好，对，迄有统计数字的嘛有人讲手洗甲皮肤病出来，大喙炎、大甲生条皮肤科嘛较好安尼。第二种就是讲，敢若李教授讲有3种，一种是较好。第二种就是讲差不多的比如讲一寡慢性病比如你个高血压、糖尿病你就固定爱来嘛，你也袂讲因为你疫情你就免来，因为迄就是稳定药嘛是爱食爱摕。无对。第3种就是较凄惨的啥凄惨就是咧看这个呼吸道迄个病症的迄种，就是耳鼻喉科甲迄个小儿科。所以旧年的统计109年规年统计落来诊所方面耳鼻喉科是减25%。规年啦小儿科大概是22%，是第一名甲第2名啦但是你即马咱头都有讲过嘛虽然旧年6月是解封了你都无可能讲我无病要来找医生嘛所以一定是无恢复正常。但未恢复正常的时阵大家佫过会落去啦反正就是讲减趁一寡啦咱医生人讲要出来去疏困啥，有时仔嘛面子把拖扭落来安尼但是今年这个疫情一开始的时阵哇！迄个已经降价所以搁较低。阮迄个有前几工有一个统计像耳鼻喉科医生这个诊所阮甲统计6月份咱即马是110年甲108年来比咱6月份你看偌济患者剩35%以下的有75%的诊所，迄个耳鼻喉科所以像阮阮嘛是袂使讲凄惨啦，因为阮已经开业较久有一个底即摆就反正有一寡存款即摆要发薪水，咱就去领出来发还好啦但一寡少年的医生佫咧贷款伊的生活嘛是有个人就讲伊想要裁员我想讲裁员阮迄个咱的员工对咱遐久你甲裁员了伊嘛是咧家庭伊若无法度运作要安怎咧咱嘛是毋甘安尼啦有个人甚至讲伊都无法度，阮嘛是有看人收起来呢所以目前阮嘛是讲爱甲即个卫生福利部啦来检讨一下，就讲像讲3种。你较好，咱就无要紧嘛，无影响到就卖差。像遮的咱来甲一寡纾困，像旧年有一寡诊所伊有摕到纾困啦，就是讲保障伊一寡基本的开销比如讲你基本的开销就讲人事费用啦，你的帮助水电啦你的迄个厝税钱啥，拢甲你弄个好势你会使搁伫咧社区内底照顾民众。像阮即马伫咧社区内底照顾民众，比如讲即马疫情像5月份迄阵拄开始的时阵哇，大家拢唔敢去病院嘛惊去病院的时阵伊要倒看病，就是爱来诊所看嘛。来诊所看的时阵阮是去看讲你应该诊所人较侪着无因为即摆囡仔卫生习惯是较好，但是咱这是毋是讲咱讲咱这做生意讲我希望人破病，是伤歹心啦但是咱会知影讲有一个或者温室内底的回率。啥物做分析内底回率就讲伊内底有迄个温度拢真好啦而且顾了真好，但伊若出来外口的时阵其实伊的生活袂落去咱知影讲咱啲囡仔人伊去迄个学校啦还是讲去遐动伊会是寡小毛病一寡小毛病迄个小毛病是无预防性，大毛病咱甲注预防性像讲即马 COVID-19 还是讲迄个有地区率较悬的迄个流感即款的小毛病伊自细汉开始即个免疫系统就会开始活化。较大汉的时阵伊的抵抗力就会较强。咱即个即马是讲较少破病啦，但是咱爱行出讲即个阶段咱嘛是爱恢复正常嘛但是我咧看像阮即个耳鼻喉科啦、小儿科即个患者变少若要搁转去以前可能爱真久，还是讲无可能毋过即马即段时间，大家政府当咧拼即个注疫苗
哦，变这注意表示啊，有的诊所毋是有含政府的签约，啊，亲像讲这签约讲啊，有的人有的医生敢会讲啊，我着规气这段时间先莫看患者，反正患者即马嘛较少，啊，着规气专心来替政府注意表，敢有安尼？啊，注意表这对恁来讲，就是讲收入敢有一寡帮助？其实吼，做这个疫苗这个代志吼，咱袂使讲是要趁钱啦，讲实在啦吼，咱这国家就安尼啊吼，咱吼若会使尽寡心力吼，像阮以前5月份的时阵，疫苗可咱就去共做迄个筛检啦吼，去共支援啦，即马嘛是拢无摕到钱嘛，嘛无计较迄啦，反正吼即马吼疫情的过去较重要，但是基本的生活若无的时阵，你要叫人搁去贡献吼，其实吼即嘛是有一寡勉强嘛吼。咱吼古早咱咧做即个疫苗的时阵吼，敢若讲迄个做公费的，即个叫做吼流行性感冒的即个疫苗吼，普通吼咱若甲患者注一支吼，因为迄是一支的，无像即马咱是规桶爱去抽的啦吼，啊一个人来注一支的时阵吼，咱的 CDC 吼会互咱100块的迄个费用伫的啦吼，啊但是吼咱患者来，咱就爱甲问讲啊你人好势无啊，甲量体温啦吼，看伊有需要做无安尼吼，咱会使甲收挂号费吼。啊，即马吼，咱的政府就是讲吼啊，咱吼要鼓励大家来做啦，无吼，恁即马无收挂号费啊？袂使收挂号费，袂使。我甲你补，结果补偌济，一人补40。吼，安尼咱伫咧台北市吼，一般咱即个厝税钱较悬嘛吼，啊成本较悬吼，普通咱即马若去看病，可能拢150。吼，150、700至150啊，啊若增加吼，可能700啦吼，嘛是有诶较低，迄是无一定啦吼。你想看觅吼，一支车吼，你一支车，迄个本来700块变84块安尼吼。咱古早咱会是，咱来讲伫咧台北市，咱可能是250安尼吼，啊，佫会使甲成本吼甲卡嘛过来，啊，佫会趁一寡，啊，佫有趁一寡嘛。阮嘛是有厝诶人，阮嘛是爱趁食安尼吼。啊，即摆40块吼，伊常甲你讲40块的时阵，逐个常惊一个讲啊，哪会遐少？遐少吼，但是有人讲我不爱做。无继续做，因为这公共卫生吼，这是阮医生的责任。迄阮医师工会吼，即马才会要甲即个政府咧讲啊，你安尼伤小气啦，吼啊人甲你做甲安尼啊吼，啊有时讲吼，患者都无法度通看落来，甲你做即个代志吼，诊所甲停落来，搁去大型的注射站，甲你做支援，啊甲你做甲安尼你伤苦啦。伊就讲吼啊，你若吼一个月吼，若注1000支以上吼，搁有3万块的奖金。伊是讲吼，你注愈多，奖金愈多就对啦。我甲算诶吼，你若注1000支3万块，啊是毋是一支30？啊30加起40是毋是70？啊嘛是100,000尔。啊讲实在吼，我咧看咱咧做预防针咧算诶吼，咱诶成本啊啥，伊诶下档吼，佮用迄普通诶互咱诶，咱来去买迄个下档较好诶来抽吼，会使抽较济。买迄个1cc迄种来抽啊。咱买迄款诶吼较好诶吼，会使抽较济档。对，甲即个吼，迄个吼，本来讲会使注10个，咱家注11个、12个，咱就是去买迄个下档来吼，迄个下档吼真贵。你普通的下档，譬如讲3块，就爱炒7、8块，啊有时啊佫买袂着。啊伊无要分互咱，你嘛是爱。啊有时啊吼，即个医药的系统吼，无咱来甲敲电话去啊吼，敢若敲迄电话，我看一个患者电话费嘛毋知了偌济啦吼。啊这吼，咱暂时拢袂讲吼，一直就讲啊，我都不爱做啊啦吼啥。那我嘛是呼吁咱的会员吼，啊尽量来甲咱斗3工吼，甲即个覆盖率吼甲。变甲吼，会使吼，咱后摆会使来慢慢解放。但是即个问题若无解决的时候，你久长起来吼，我讲即间小儿科即间的迄个疫苗，佢也是讲即个诊所甲你做，啊做甲伊倒点去。说来，所以咱看到吼，真正是医生吼，医生诊所有哪是有因真正是面对着即个疫情的困扰。啊，亲像即马餐饮业，吼，这段时间虽然讲。到这7月2日，毋知是到时会当搁较透放一个，还是讲真正会当搁降较利息，还是讲亲像这周医师讲的，顿一个，吼安尼亲像恁敢有人规划讲也无含防疫旅馆来合作来帮因上架，安尼可能嘛是一个稳定的。好，多谢咱主持人吼，这个防疫咱到7月2日，我相信。最主要透过咱大家会拍拼努力吼，希望会当降级，啊，互大家会当生活会当变成正常。吼啊，伫咧咱餐饮的部分，包括现有的拄到的部分，一般餐饮应该是有分大中小。比如讲像咱个人的营业，家己会当做的，像咱路边摊啊，咱的夜市啊，咱较属于较一般餐厅中店内以及咱火锅店、自助餐相关的部分。甚至到咱的宴会馆、咱的饭店，咱较大型的。啊，其实透过去年的疫情甲今年当中，第一，我嘛希望讲，
政府会当讲透过相关的配套会当讲设个专案一个机制来包括讲咱的租金以及咱的水电价数来看会当来降低来协助补助，因为今年这个疫情已经是连续已经2个月啊，透过这尤其是咱伫咧咱室内100平以上咱的迄个餐饮业的部分，因的压力会非常大，包括伊的人事、伊的租金甲伊所有的杂志的开支所以讲相关的部分嘛，希望讲相关人员会当做伙协助再基础就是阮相关餐饮作业人员以及阮相关的工会，我嘛希望会当找到更加较侪配套，包括像阮是台北市主席工会，阮是甲联合咱的台北市旅馆工会，透过安尼一个结合因为旅馆工会配合政府，就是咱的迄个防疫旅馆因的这部分，我嘛希望讲因的3顿这个部分因就免烦恼透过阮的主席工会，阮会当去甲伊合作多做配合安尼，互咱的所有咱的患者，甚至讲咱有防遮迄个隔离的遮自主管理的遮人，因拢会当安放心有好的一个3顿会当搁甲供应咱嘛希望讲这代志会当经过一个段落会当圆满。是吼。这段时间吼，真正是有工课啦，有工课有收入，就是有一个自尊啦，这段时间咱来看一个美食搁一届来关心，就是无薪假的问题，其实政府应该爱来重视。全台上新通报许无薪假的企业创下新高，其中大促餐饮业受到上大影响，通报企业有492间，劳工超过9000人。开店要负担的成本高，着业者惊加做加料，改做干那卖中昼时，下晡2点左右早的休困。对，已经不是赔本的问题了，多准备根本是卖不完啊。原本是有工读生，可是我6月的时候跟工读生讲没办法，这一波真的撑不住了，所以暂时就先缓着吧。对，就是留我跟我老婆自己这样先撑着。影响最大的还是住宿餐饮业。那住宿餐饮业的部分达到有9000多人，这个情况增加了5000多人。那劳资双方走上减班休息，那歌也不能唱了，这是属于被停业的 KTV 都在里面。劳动部初步公布上新的无薪假通报，达到1883间，比2008年金融海涨586间企业休无薪假，阁悬出3倍。劳工人数是21133人，虽然无破2009年23多万人的纪录，不过也是创下10年以来的新高。原来伫咧受雇员工人数，工业服务业比4月底减少52000人，嘛是这几年来减少上多的。我们在5月的中下旬，那疫情来的又快又急了，所以对于有部分相关的有一些内需型服务业的部分受到影响，所以在月变动的部分人数月减了5.2小时。那在薪资的部分的话，薪资是减少了0.75%，那这也是同期最大的减幅。那其实它的那个减少的幅度的状况，大概减少了325元但是相对以往的同期状况来讲，这个减幅呢是稍大了一点。主计总处表示，全体受雇员工人数减少，其中大数甲餐饮业减少18000人，也有艺术、娱乐甲休闲服务业嘛出现大减，拢是变化较明显的行业。记者综合报道。到时要想要请教，就是讲吼亲像即马小可开放未开放这个代志，对这段时间的生意敢有帮助？还是讲到这个7月26了，大家真正要行到复苏这段可能爱过一段行爱行。是，我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我先补充一个数字就讲其实就我了解，咱台湾有这所谓减少工作时间减少，一般人讲有薪假，人数上济毋是即马啦，是迄个2008年金融海啸时，迄当阵毋是叫头家来通报，迄当阵是劳动部叫合作专家去调查，而且是普遍的调查。迄当阵调查出来有20万2000人，哇，
是即摆的滚啊杯，即摆的数字的滚啊杯。是啊，即摆因为当然即摆通报是一定有黑数啦吼，但我想应该迄当阵比即摆济，是安怎？因为金融海啸是全面的所有的产业拢受影响。啊，但咱即摆我刚刚讲过，咱即摆即个疫情的冲击是一部分的内需服务业受影响啦吼，像出口的吼无啥影响嘛吼。啊，所以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回答主持人你的问题就是讲，咱即摆来讲这个微解封吼。我认为讲关键是26号，到底有3种可能啊？好，我个人一定来讲，就是讲是26号以后维持目前这2礼拜的这个微解封、未解封，还是讲26号以后就降级，吼降级。啊，若降级的时阵，这当然上好，吼。但上好的时阵，这受到冲击，这内需服务业伊嘛是爱，我感觉这届伊的恢复的时间比去年更加紧，更加慢。受伤真重，真正要好爬恢复的起来。时间比去年还更加长，吼。而且去年有这个振兴券嘛，吼啊，今年政府已经开这个是无啥可能啊，吼。啊，第3种可能讲，这未解封吼继续啦，继续，可能有一寡行业吼增加落比微解封，吼。这3种状况在我看起来，若是继续维持这微解封这种状况，我感觉对真侪行业帮助有限啦。可能对少数的行业有帮助啦，吼，但迄个帮助嘛是有限。譬如讲，这游乐区啦，吼，风景区啦，吼，这可能淡薄有帮助，但帮助嘛毋是真侪啦。啊，但是对这这大，吼，愈下其实因为即个根本无一个县市长吼，伊敢来。吼解封嘛吼，所以其实对这大其实无啥帮助，吼无啥帮助。啊，若是安尼时阵，劳工其实抑阁是上艰苦一阵啦，吼。就讲这受冲击行业，未解封在我看起来，即马帮助是有限啦，毋是讲完全无，但有限，吼。因为开始因为伊的人数啦，吼，伊的除了这产业以外，吼啊，人数嘛有真大的限制，亲像你讲。主本大家也想讲，哇啊！即马敢若朋友会当入去内底食，啊！伫全台湾，迄个时阵看讲啊，其实亲像南部地区啊，足久拢算做是零嘛，啊，东部地区嘛是。迄个时阵也准讲，遮个县市无一定愿意啦，吼，愿意讲安尼，互即餐厅内底会当开放啊，上无你会当毋免到一半，你原来是1/4、1/3加减嘛，啊，毋过嘛有餐厅讲。你也安尼一束束啦，规气卖嘛是维持安尼，啊，到底爱安怎做较好？多谢主持人吼，这是政府一个心意，也一个好意。但是，若是透过这个未解封，目前安尼继续啊，店内如果若是讲开放，真正开放，但是伊有限制，店内的配套甲伊的规定，颠倒是互现场的人。互作业的人增加产生搁较多的劳动甲麻烦甲困扰，但是营业额是无相对的增加，伊只是干那讲会当代表讲有开放店内尔，但是即马店内底阁有距离的要求、体温的要求、人流的要求、甲进出的要求，所以讲相关的嘛是希望讲会当吼。伫咧咱7月2日当中，会当就是降级，互大家会当重新做调整，甲像去年安尼的模式会当搁安尼讲慢慢恢复正常。因为去年像咱餐饮业甲咱的大的即个部分，政府是有推出就是包括咱的员工，就是有分3届的薪资补贴。那今年呢变做1届。今年比去年搁较严重，今年搁是3级，全部店内拢袂当叮当。另外去年呢，政府有推出一个就是营运的资金补贴，今年嘛是拢无啊，嘛是因为可能是大环境的需要，边际去补助相关的。但是呢，即个重灾区当中，就是餐饮业的部分，真正是非常等于是伊。店内若无营业，等于就是无业绩，等于就是食空无半的收入。所以讲，包括会连带着咱的所有的员工伊的家庭，甚至伊的收入，我感觉这是非常
严重嘛是希望讲政府在这部分会当重视伊是相关相连的嘛爱互咱相关的业者会当讲有一个空间一个机会，会当生存，会当继续落。包括就是讲像咱较大型的，是讲咱餐厅的，以及咱会当饮食的，这部分的时阵，政府会当讲多多间考虑甲多多间爱护。就是咱听到理事长讲到，真正是这段时间做餐饮的乡亲日子真正真歹过，不管是头家啦，还是做新路的啦，因为餐饮业嘛用真侪做点钟的，大家拢无这做做工课机会。毋过真正讲7月2日，咱讲7月2日会当互大家一定会当开始恢复。就算讲无到这2级，上无有到这2.5、2.5，恢复到这餐厅会当营运。这个营运毋是讲未解封一个意思尔，是真正会当互因生意会当做，会当搁小可趁着钱。那安尼伫这段时间，咱大家爱做伙拍拼啥物代志？这个上重要代志也是爱注意这个疫苗啦，因为咱知影讲像讲咱即马这长照机构要甲未解封嘛，伊嘛是有一寡条件是讲你内底员工爱住8成以上，你无你若要来遮来遮迄个敢若一个老大人的迄个托儿所共款来遮的人，你嘛爱做过疫苗爱14天以上嘛，有一寡条件，就是讲你若做过疫苗的你就会使开放较侪嘛。咱遮鼓励咱的民众讲大家紧去住，莫搁他妈竞东竞西啊。咱即摆会使讲你有住的人，你会使去餐厅内底食。你无住的你无你就袂使入去安尼。其实大家若拢踊跃去住的时阵咱有一寡保护你的时阵，你去咱的餐厅内底咱嘛较袂去烧的，喂来喂去，嘛会使帮助咱遮的趁食人会使出来做生意嘛因为即摆咱就是咧做这疫苗蔡总统是讲咱要25%啦咱是尽量甲拼无毋对啦。但是咱即摆看到遐咧有药，搁一寡人踮咧等我实在是想拢无咧因为你即摆要甲完全拢改，你想看卖咱讲13开始未解封，宣布一寡代志，有的人买，有的人买，今仔日搁宣布这，伊会一定的各行各业看讲，你做了袂歹，伊就搁放一个，做了袂歹就搁放一个，慢慢来放嘛，你若讲好，咱直接拢无要紧，大家拢会使入去，你有注意防下的人，甲无注意人搁揽做伙，若揽来揽去，若搁出问题要安怎？所以咱若要鼓励咱的民众咱敢若讲迄个外国有啥物疫苗的护照，譬如迄个。法国啦，讲你一定爱去住，你住你会使，你若有住的时候，你有一个证明，你出去外口佚佗拢无要紧，咱莫讲莫带喙炎啦，比如你要去迄个游乐园佚佗嘛好，你若讲无做疫苗的人无互你入去。你紧去住，你就会使去佚佗，会使去消费安尼，咱的迄个咱这做食的啦，还是讲做这旅馆的这的人伊嘛较安全啊，咱嘛惊讲这人入来，像阮咧看患者讲，这人入来因为已经无疫苗的时阵入来，伊毋知是毋是确诊的患者，阮若去拄着的时阵，咱家己嘛是去感染着嘛所以现在上重要就是讲这个时间甲26号进前，咱疫苗尽量大家爱去住。政府一定爱这个配套爱做好势做好势就讲，咱比如已经放松啊，即摆大家餐厅佫毋敢放，反正到后礼拜，人数愈来愈加时，有诶讲无咱放一寡。佫慢慢放，若讲会使讲好，你有做疫苗，还是讲你即摆要去市场内底，你若无做疫苗，无14天以上，你也爱做 PCR 的迄个证明才会使嘛。咱若讲有安尼来甲大家鼓励，敢若甲吹落去咱才有法度达成讲咱慢慢大家会使行出去，过着咱以前正常的生活。无你即摆来，我开一个这个餐厅，来的人若是较真的人，我嘛是心内会惊吓呢。咱为着要趁钱，嘛是爱去冒这个险。咱会使甲这做好势群，其实大家会较放心。是大家做一个最后提醒就是长照日照拍算要解封，爱有3个条件，就是你这个日照的机构内底，你这工作人员你注疫苗一定爱有8成，无注也是注第1剂，也未14天，你就爱提供相关的证明，另外互人服务，互人服务的对象，才会需要你去这长照，嘛是共款，尽量嘛是拢爱住。被动的人嘛，上好嘛爱住，共款你也住第1剂也未满14天，嘛是爱提供相关的证明。另外就是你的空间你的消毒安怎，你这若做会到，你就真正会当小可解封这是对着厝内面有一寡需要长照相关的这个乡亲就提醒时大甲照顾的人拢赶紧去做疫苗。
吼，第一这段时间其实主要是一种互相啦，我感觉这是一种互相的观念，吼，对咱家己好，啊，对咱别人有哪好，啊，咱这个时阵在讲啊产业的问题啦，啊，这囡仔爱照顾学校当时要开啦，补习班啦、安亲班，这问题其实看起来，除了咱台湾人，我感觉台湾人的素质真正真好，哦，你这喙暗啦，啥物洗手，这三啊拢是做了真好，所以咱的画着人的数字才会一直下降，啊，毋过刷来就是剩这项，医生去简呼吁一下。大家吼，若拄着轮到你吼，有啥物就去做啥物吼，像阮资料嘛是拢真健康，吼，看我就知影中气阁较足吼，大家一定爱去，谢谢。我请你。平安哦，部长。